不绝于耳的鞭炮声，不管是舞龙、舞狮，还是宫碑驮阵，超过20团民间阵头的踩街游行，一年一度的三山国王文化节，彰化永靖热闹登场。依循传统习俗，经过三山国王公庙开路黑令旗净化，接着神教开始参礼。有一个联谊，有一个文化节的活动。事实上，彰化也是最多三山国王庙，总共有38间。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今年入选为客庄12大节庆，而三山指的是广东潮州的金山、名山、独山3座名山。源自广东潮州的三山国王信仰，随着移民来到了台湾，成为重要的客家信仰。大王就是金山，二王就是名山，三王就是独山。这3个山神，他们是按照他们的出生年月日。全长5公里多的阵头表演，全是信众围观。有人追求健康，也有人祈求平安。三山国王的力量把大家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展现浓厚人情味。客家宗教庆典激发出来的心灵运动，来自最朴实的诚心。族群融合啊，就是需要互相的接受、互相的欣赏，然后互相的学习。我想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满满人潮的广陵宫看到了永靖的客家乡亲正为传统文化努力着。古色古香的三山国王庙是传统建筑的殿堂，香火鼎盛的广陵宫保留客家人质朴的特色，淳朴却不华丽。入口处的青龙代表多财多富，而出口的黄虎则象征着多福多寿。右手边这个黄虎啊，它是多福多寿、吉祥如意的代表和象征。廊墙的立体雕刻绘画，一柱一石，刻画下客家人脚踏实地的精神，也表现出客家人对信仰的重视。客家人漂洋过海，不忘本的心，在热闹的阵头中彰显，在寺庙的雕刻中升值。三山国王庇佑，青龙黄虎天寿，幸福中找到感动时刻。